先将2只遥控器顶端相对，距离5到10公分。接着按住机上盒遥控器的学习键3秒，指示灯闪烁2下，就开始进入学习模式喽。先从机上盒遥控器开始，按下要学习的按键，像是电源键，这时候指示灯会持续闪烁。我们再按下电视遥控器的对应键，看到指示灯又闪烁2下之后，再按1次学习键，就设定完成啦。除了电源键外，电视遥控器的音量大小、讯号源等按键，也可以透过刚才的步骤完成学习功能。这样我们就也能用机上盒遥控操作电视的各项功能了，是不是很方便呢？